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5公司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政治上的大代志。这是南北港要合，伫2点10点的时，会伫前总统马英九见证之下，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进行政党协商，侯友宜嘛参加。手提支持者送的好彩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新竹市场扫街走基站，嘛提出伊城人北的政策，环保永续4大主张。2045年全面禁止用食汽油的交通运具，辅导企业总体减碳升级的方案，设置社会气候基金，成立国土规划研究院。登记的日子愈来愈晚，南北政党协商进入关键的时期。15早起10点，会由前总统马英九见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进行政党对谈，让侯友宜也参加。那我们希望个人真的是小一点，以人民国家大一点的方向把它做到好。不过南北要是传出个人有个人的坚持，那样要是希望来自政党的支持度。因为民众党是讲，一般在民调都是第三。柯侯或侯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去做民调的话，基本上它就已经有包含了政党支持度在内了。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按照做台湾模式全民调就好，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设定出来的一个底线的部分。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民进党热情地去台中丰原，有见甲民众的感情。针对台中市长罗秀燕批评中央无支持台中的建设，也佮批评热情地无想要走台中捷运的南线，热情地嘛反击。现主是交通部是根据专业的审查，唔是讲无要支持。选举期间作为市长，无应该甲市民报告无属实的消息。台中捷运南线加做拿了交通的议题。不过，热情地嘛强调讲，未来要解决丰原变硬化的问题，嘛要规划台中捷运延伸到彰化、甲南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中选会伫昨昏嘛有公告总统、副总统选举被连署人的连署结果，其中郭台铭甲赖培霞因的连署人数有90.2万外人有过关，已经摕到参选权。其他也有9组嘛有送件，也毋过连署人数拢无通过，所以100万的保证金即嘛摕袂回来。我是送货出身的。顶日送出连署书，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副手合作盘赖培霞信心满满。中选会10时也正式公告郭台铭甲赖培霞过关。连署人数是90.2389人，会依法发货，完成连署证明书佮发函，连署保证金100万。每一份连署书对我都是一份责任，我们会继续奋勇向前。除了郭台铭甲赖培霞，也有9组人马拼连署独立参选。根据中选会公告结果，陈祖才甲黄尚峰合计的连署人数473人是第2侪，北方第2大抢劫要犯的那信基甲共和党主席周克基搭配连署，合计连署人数58人。大体主席是陈美惠甲吴超成，送出连署数255410人，符合规定的连署人数只有2人。其他柯阳德甲姚玉生等5组拢无提高连署事件。那过半也感谢社会大众热情支持，和连署会当过关。终于在今天中选会公告，我们合格的份数是90万份，是高标的通过的门槛。那非常感谢各社会大众给我们的热情支持，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民意的真实的展现。2024第3卡无瓦紧，中选会公告11、27、24参选登记，郭台铭交出甲有效连署分数，拢是史上第2悬，只输伫2000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大约106万分，有效94.9万分。也毋过真侪事务公开行程，郭台铭后手动向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2023 APEC 起稿，昨暗张忠谋代表咱台湾出发，飞一暝再去到 San Francisco。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会协助张忠谋发落 APEC 的代志。针对媒体问萧美琴有关偌清的副手的代志，伊并无回应，伊敢若讲会拍拼，互 APEC 顺利圆满。今仔日咱国领袖代表张忠谋将会到美国旧金山。
咱国驻美国代表邵美琴也已经到现场，伊今仔日早起是突然间出现伫咧媒体团所在饭店，敢若是要甲某一个国家的官员进行会谈交流，大概等半点钟左右。但是官方也无公布讲是甲倒一位官员见面，媒体团也问其关于选举的问题，因为一直拢有伫咧传讲，伊将会担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副手，对此伊无回应，讲即马是要互 APEC 顺利圆满。刚刚跟美方的官员会谈，还是说跟你也相信伙伴？刚有什么样的 APEC 的事情很多哈，那我们就继续努力让 APEC 顺利的。好，谢谢大使。那针对台湾一直在关切的这个议题，您确定回去的时间了吗？或者是日期？是说我们很快在台湾会看到。另外，今仔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到旧金山，伫咧伊大饭店外口，今仔日一早起就飞机伫天顶有布条抗议，也有由中国侨民举5星旗，准备要甲伊欢迎。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减弱，也毋过伫北部甲东北部也是有小可寒。咱同齐来看温度。东北季风减弱，也今仔日到明仔日时温度拢会小可回升。这时的是苗栗以北、宜兰高温大约是20度至21度，也若中部甲花莲、台东高温是23度至26度，其他所在高温有27度至29度，也毋过暗时的温度拢会较低。北台湾的低温只有17度至19度，其他所在低温是20度至21度。因为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所以雨水嘛有变较少，主要是集中伫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宜兰尔，不过明仔载有方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佫会增强，温度即届会佫较寒。尤其是明仔载暗开始到礼拜日进前，伫北部、宜兰、花莲低温拢只有14度，中南部早暗嘛会感觉较寒。未来这几天温度的变化有较大，所以乡亲就爱细致。继续关心交通部伫进前有宣布讲，伫明年的3月份开始，要解除去中国旅游团的禁令。也毋过陆委会13日是伫立法院的报告内底资料说写讲，初期一天是先开放2000人。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后，即马旅游业者是批评陆委会和交通部讲法说无同，引起业者不满。要从3月开始，应出团中国的相机，各大旅行社拢应提出行程，也有业者推出首发团送入票价促销优惠。不过陆委会13日立法院报告提供的书面资料显示，台湾旅行团去大陆初期逐工是以2000人次为原则。知影立委质疑，这个交通部说明明年3月7日开始解禁去中国旅游禁团令，好亲像无共调。我们开，基本上我们就尊重市场机制，他有团你就让他去。但是你现在报告里讲的是，你现在要限制我方的旅游团每天也只能去大陆2000哦。基于互惠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也认为我们2000人过去，这是当时各单位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综合考量的时候，为什么会去限定这样的一个人次？到底为什么限价？陆委会解释，若个人拢去国外旅游，交通部当然会有压力，因为大陆旅客也未来，个人佫一直出国。第二，对等互惠原则，才会是以2019年中国旅客来台人数算出2000人的上限。有业者批评交通部甲陆委会无共调，互业者唔知要如何是好。政府呢，就是2套说法，让我们无所适从。解除戒严时期以后，从来没有过限制，哪一个国家呢？我们不可以去那么多人，只能限额去多少人。对业者无清楚到底限额出团要如何操作，初期限额过是指多一段时间，烦恼行程伤早开卖，甲时阵可能引起旅游纠纷。交通部回应两岸恢复健康有序交流是政府一贯的立场，相关部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目前咱国内有万外人登记等待器官移植，也毋过最近2-3年受疫情影响，捐器官的人只有200-300人，也若顺利接受移植的大约是800外人。健保署即马拍算要扩大器官捐赠的范围，除了血亲
配偶之间的关键，嘛拍算要讨论非血亲朋友之间的关键。最近就会召开专家会议来讨论。来关心《中国时报》，6月份违规记点新制度开始实施了后，是引起职业驾驶的不满。交通部即马修法要放令，将会落回载客、落客违规停车只罚钱，未罚请记点。交通部13时就有个修法的草案，也毋过是个引起大部分民众的不满。交通部伫昨昏赶紧撤回这个预告。经过检讨，即马拍算要恢复双排的临时停车，这部分嘛是会记点，所以最近就会重新预告。来关心自由时报，营养午餐、叶菜类甲杂粮类使用的食材规范，即马会有改变。因为农业部是表示讲，为着要加强使用经过检验的农产品，对今年的11月份开始，红豆啊、土豆抑个限制这的杂粮，爱使用有机的，也是有产销履历的。每年元旦开始，叶菜类有12个品项，嘛爱使用有标章的产品，安尼才会当去申请奖励金。另外，为着要控制食品的重金属的污染风险，食药署是有讲要针对红蚵仔，抑个幼囡仔咧食的食品，抑个巧克力豆这物件，其中的盐抑个镉这含量会进行较严格的规定。按算伫明年7月份开始实施。若是违反规定的人，违反规定，依照食安法上悬会罚300万。无共款部会的动物包袋挂伫个菜市的打灰，吸不少消费者来买。为加强控制食品当中重金属污染的风险，卫福部食药署有告修正食品重金属含量标准，其中大家正爱食的肉类类重金属盐含量加减下修，尤其是大家常常食的猪肉类，为0.5 ppm 下修到0.15 ppm， 禽类是为0.5 ppm 调降到0.1 ppm。坚果甲巧克力这的品项是第一摆纳入重金属格。其中巧克力是根据总可可固形物的比例来设定无同款的镉含量标准。由于重金属的污染大多来自原料端，不是在业者加工过程中所遭受污染，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业者应落实源头管理。另外，新制也针对高敏感族群幼婴的食品甲饮品，爱全面明定重金属盐甲镉的含量规定，甲过去以总含量来设定重金属标准无同，希望达到更加全面的保护。铅中毒的话，会影响到全身的器官，包括肾脏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有一张贫血，对小朋友就担心它会增加过动儿，还有注意不集中的风险。食药署表示，草案为即马开始提供60天的预告期，来收集各界意见。新制按算明年7月初开始正式实施，到时阵市面产品若违规，经过限期改正依原复检无合格，应照食安法上悬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因那一官司是公布今年肠仔病毒重症，上细汉的个案是伫南部一个刚出世8天的红蚵仔。经过治疗，这个囡仔已经健康出院。另外，流感即马嘛当地流行，北部有一个4岁囡仔顶个月去喂到 B 型流感，佮引起急性脑炎，目前住伫加护病房插管治疗。秋冬转凉冷，流感病毒持续在传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加4例流感死亡病例，拢是带慢性病60岁以上的做伙人，另外加15例并发重症。爱注意的是，内底上少的是北部4岁查甫囡仔，先天有带镜头。伫10月顶旬，医生确定感染 B 型流感，毋能救菌，烧到40度，佮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即马伫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如果是出现这种急性坏死性脑炎的话，因为它这个病程变化的快速，而且这个严重度也比较高，所以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形的话，以往的研究是致死率的话可以高达3成到4成。另外，肠仔病毒嘛要注意，顶礼拜增加一个克萨奇 A6型肠仔病毒并发重症。个案是南部出世8天的查某婴仔，昨中旬出现数据调出，好去结果紧的镜头送来大院，嘛有去儿童加护病房，到在12天后会当出院。这嘛是今年肠仔病毒重症上少的个案。他在出生之后，跟他接触的同住家人其实有这个确诊肠病毒的状况，所以不排除说他可能是这个因为大人有这个肠病毒的状况，那经过这个交叉感染传染给小朋友。
疾管署讲，长仔病毒高峰期虽然是4月到10月，不过台湾一年四季拢有感染的风险，尤其大人感染后症头无明显，会无注意。若是呼吸道有问题，就唔通接触医啊。也若是流感各类流行期，因应往年活动多，提醒符合公费资格民众赶紧去种流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战争。伫加沙上大的西法病院，伫昨开始，因是家己乌梦，要带伫病院上百个过往的遗体。以色列进前要答应讲要提供保温箱，互病院内底红婴仔，也毋过空喙布置，并无安尼做。以色列即马强调讲，这是因为病院的下骹就是哈马斯的地下总部，也毋过哈马斯即马讲，以色列咧乌白讲，嘛讲战斗才拄要开始。西法院内面超过120具尸体已经采矿超过5天，14开始落雨，情形是愈来愈害。Very bad smell there, and we are sure all kinds of infections and diseases will be transmitted from that one. They started digging in the within the hospital to bury the bodies on their own. 几60个拄出事的婴仔无保温箱的情形，震惊国际社会。虽然以色列宣布提供会当载保温箱，但过到即马拢无看到相关计划。即天，以军公布影片，讲哈马斯伫咧另外一间儿童癌症病院的地下室藏武器。哈马斯讲，即款影片拢是假。אנחנו נמצאים בשלב השני של המלחמה בעזה. ولا زلنا في أول الطريق وأول الشوط. وإن القادم بإذن الله أكبر وأعظم. 路透社报道，以军包围西法病院，并且讲病院下骹就是哈马斯的总部。哈马斯否认有接纳人员伫咧现场，并且讲650位病人、5000到7000位病民调伫咧病院内面，不时遭到枪手甲无人机攻击。这群病院内面已经有几60个病人死亡，包括3个保温箱被拍歹炸散离，病院是毋是被包围，是毋是发生战斗，国际媒体无法度证实。联合国对病院死亡的情形正关心，呼吁立刻停火。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因为以色列继续包围加沙上大间的病院西法病院，即马世界卫生组织是警告讲，病院目前无电嘛无水，状况真惨。以色列有公布一段影片，因强调哈马斯甲人质关伫病院的地下通道，嘛伫遐发现大量的武器。以色列是指控哈马斯甲病院当作是战争的工具，甲病院当作是因的基地。也若即马哈马斯嘛有提出条件，讲会当用停战5天来交换70个人质。以色列这几天一直讲哈马斯将指挥中心甲军火库拢设伫病院地图下骹，所以将攻击目标刷到加沙病院。世卫组织 WHO 发言人林德梅耶13指出，目前还有600多病人伫西华病院，不过缺少燃料甲饮的水，病院已经失去应该有的功能。用要建造一个防压堡，为体也开始暖气。而内包含新出世的婴仔在内，已經有34人不幸死亡。Currently, we have 36 neonates survived, which means we have lost 3 over the last 24 hours. 不过，以色列官方13强调，已经提出新生儿的可能风险，不过说服哈马斯拒绝。针对加沙病院规矩情形，美国总统拜登13日呼吁，一定要确保病院安全。印尼总统佐科威13甲拜登会谈的时阵，也呼吁美国爱搁较积极解决加沙人道危机。印度机构也搁一摆表示，病院不应该成做战争的攻击目标。Hospitals must not be made places of warfare. 不过，以色列军方13公布影像，讲伫加沙地区其他病院的地面下骹发现哈马斯的地图，内底不止藏大量军火，佮批评哈马斯将病院当作是战争的工具。影片当中也发现病院地下道下骹疑似哈马斯用来绑票人质的机车甲锁啊。This is Hamas firing RPGs for hospitals. The world has to understand who is Israel fighting against. They were all used in the massacre of the 7th of October. They even have bullets in this motorcycle. A woman, clothes, and a rope. A rope next to the legs. 数百民众13暗时聚集伫联合国伫耶路撒冷的总部外口，控诉联合国因求人质态度真冷淡。哈马斯13是释放出上新的消息，上济放出70个妇女甲囡仔来换取以色列5天的全面停火，互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不过以色列方面也无回应。
另外，纽约的联合国总部13夜间半旗对到以下冲突5月份以来不幸死亡101个联合国人员，公司新闻警员庆评价。中国上界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伫美国嘅子公司初9时受到骇客攻击，嘛造成美国嘅公债交易市场暂停运作。甲俄罗斯有关系嘅骇客集团勒比已经表示讲，因已经收到赎金。中国外交部即马有讲，工商银行伫海内外嘅分行目前拢已经正常运作，嘛当地甲风险抑个损失降到上低。路透社报道，律所软体犯罪集团勒比13伫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上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初9互骇客攻击了后，已经付赎金，交易完成。不过，路透社表示无法度独立证实消息的正确性。It's a prolific criminal gang with ties to Russia that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hits on Boeing or the UK's Royal Mail, for example. The impact of the hack so far does appear limited, but it does signal how vulnerable systems can be to cybercriminals. 初9防攻击的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子公司工建金融，律所软体将电脑文件加密锁死，要求受害者付费换解锁，嘛造成美国公债市场中断，无计算交易，造成工银金融，嘛欠纽约梅隆银行90亿美金。母公司工银已经紧急投入资金，也是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表示，目前工银总行甲海内外分支拢运作正常。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密切关注此事，并做好了应急处理和监督沟通，争取将风险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今年网络骇客勒索犯罪一直出现，加拿大财政部便于日本、名古屋港拢受害，那急着付赎金，就会防偷摕泄露机密资料。美国官员讲，那个比伫短3年来已经制造全球上大勒索软体威胁，不过佮建议卖妥协付款，唔通互犯罪集团得手。公司新闻协会中编译。印尼伫明年要举办总统大选，因当地的选委会已经有核准3个候选人的资格，内底包括3届参选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也有伊的副手，那伊的副手是现任的总统的后生，或者吉波朗。吉波朗才拄满36岁尔，其实也无到40岁会当参选的标准。不过宪法法庭进前有做出对伊有利的裁决，也那其中一个大法官是这总统的亲情，这个结果出来是引起当地强烈的批评。印尼2024总统大选候选人已经正式确定。印尼选委会8日宣布核准3个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其中包括3届参选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还有伊上班前的副手，也就是现任总统佐科威大汉囝吉波朗。Tugas kita sekarang melanjutkan dan menyempurnakan。原本做所罗市长的吉波朗受到袂少争议，原因是伊才打满36岁，也无到40岁参选的条件。不过伊的支持者向宪法法院请愿，大法官就伫10月中以5票比4票裁定，只要要透过民选担任官员或者是民意代表参加总统大选，就袂受到上低年龄的限制。那完成这项裁决的其中一个大法官，也是佐科威的亲情，佢用自己讲根本就是互吉波朗行后尾门。terutama soal capres dan cawapres yang dinilai penuh dengan intervensi dan penuh dengan dalam tanda kutip pelanggaran etik yang cukup luar biasa。随吉波朗合作参选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本身嘛有争议性，伊是前独裁总统苏哈托的囝婿，在人权方面有不良的记录。普拉博沃前2届挑战总统大选，拢输予佐科威，这届找佐科威因后生做副手，总算互伊民调领先。另外2个候选人是前中爪哇省省长甘查尔，甲前雅加达省长阿尼苏。同款出现选举争议的，也有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原本当地伫16要举行头一轮总统的投票，不过寻求第3届连任的总统拉乔丽娜，伫选举进前，说谎表出来讲有法国的国籍，用同爱失去马达加斯加的国籍，也就是根本就无应该有参选的资格。不过最高法院煞伫9月份驳回拉乔丽娜参选资格无效的诉讼，所以引起民众的抗议。几个礼拜抗议，互马达加斯加陷入混乱。原底初9要举办头一轮的投票，延到16，不过局势还是无稳定。政府甲民众驱离的手段嘛引起批评。国会顶礼拜呼吁爱暂停投票，不过拉乔丽娜回应讲，袂当顺反对派的意。
反政府民众13个一届去街路游行，呼吁选民莫去投票。外界烦恼示威若是持续扩大，马达加斯加政府可能会大国抗议，用手段来压制反对声音。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镜头来，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之音即马曝光，拜登和习近平伫今仔日会伫美国APEC 场边见面。消息有指出讲，双边会将对一系列美中双边还有全球性的议题来讨论4点钟。两个人嘛哪食到哪开工作会议，也会和北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小型的会谈。另外，印度的媒体伫今仔日是曝光，因为缅甸军政府的攻势扩大，内战是愈拍愈厉害。即马已经有2000多人走去缅甸的隔壁印度的东北部。继续关心美国、英国和澳洲3月份的时有组成3边的安全伙伴，分享核动力的潜舰技术。另外一个目标是要来反制中国。3国的海军进行军演，有测试利用无人的水下技术来保护海底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来澳洲即马嘛拍算要立法，要加强3国的合作。也来日本首相报道。另外，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渔业署伫2018年的时有公告讲，禁止渔船去到中国制造的北斗卫星通信设备。不过，台湾基进即马是表示讲，去年有一只伫高雄红掠到运送毒品的渔船，顶头就是到北斗卫星的通信设备。即马嘛惊讲，别只渔船啊嘛有到，烦恼渔船在支援军演的时会泄露军情。渔业署是表示，总共到非法的管制器材会依照电信法罚50万。渔船一只一只停伫渔港，等要出港。这几年为了安全，渔业署鼓励店船顶装 AIS 自动识别系统，侦测附近的大小只船，甲距离才会资讯。台湾基进10时召开记者会讲，2018渔业署公告禁用中国北斗卫星终端设备，不过也有不少渔船偷装。判决里面指出，台湾有渔船安装中国开发、频段未经核准、形式未经认证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备，用这样子的渔船来进行运毒，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表示台湾的渔船已经成为中国统战的目标。台湾基进讲，台湾的渔船普通时就有建立空播军方的机制，支援各项演训。那用中国北斗卫星的设备，伫演习的时阵，惊会暴露军演的相关区域。渔会讲，阮用渔船袂去装中国制设备，遐那军海会较侪是装日韩制造的，不过计小比中国制较侪2万以上。渔业署补助的是2万块，偷装的渔民可能是为着计小。伊来装中国机啊，有可能就是3万多块。那如果装日本制的或韩国制的，可能会到7、8万甚至8、9万都有。渔会建议渔业署提供补助，让渔民袂去装中国机啊。渔业署嘛讲，使用也是买无经过 NCC 核准的非法电信管制射频器材，照电信法相关会罚50万，搁没收器材。而且各地方政府甲渔会协助宣导。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顶个月底，台中龙井有梅花鹿撞入去徛街，市府的厂商和农业局拢讲，要去掠的时鹿仔会死，拢是因为鹿仔是惊死的。不过即马呢，有上新的报告出来啊，厂商伫内底说讲，后尾呢，这只梅花鹿有搁挖过来，所以已经甲伊野放啊。市府认为厂商的讲法反起反倒，已经移送法办。画面内底这只梅花鹿，甲去用锯掉，脚甲手互用锁啊绑咧，倒伫涂骹。台中龙井一间正新户龄的人家厝，顶个月24发生野生的梅花鹿走入去人兜，民众通报了后，市府请外包的厂商去现场引导。迄当阵农业局讲，梅花鹿哪像着惊，抓休克向死亡。毋过大家出来报告内底，厂商讲，因伫咧甲鹿仔载离开的过程当中，这只梅花鹿向精神活起来，就就地野放。有民来批评讲，这有影是喊呱呱，要求无论鹿仔敢要活的，拢爱有看到才有准算。只有口头说，他们那一天运送的过程里面，他复活了，然后苏醒了，然后他就把它放掉了，没有经过兽医评估，他浑身是伤，他鹿角被锯了。结果你就把它野放了，这也不符合野放的标准跟程序，所以整个报告就是一个荒腔走板。代志发生迄暗，外包的厂商要通报市府，鹿仔已经死啊结案，即马说是解喙讲，是伫后里肋骨台后壁野放，已经毋知影去向。农业局调路人的监视器，
煞无发现货车影像，这只梅花鹿是生是死也毋知影。因为专案也有真侪疑点，市府除了甲厂商解除契约、依法裁罚，又搁甲相关的证据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调阅相关路段监视器画面，并未出现货车出没影像。本案路资去向不明，且说法不一，恐涉及隐匿之情事。本局已将相关卷证移送地检署侦办。这间外包的厂商是伫咧武汉的公司，继续受访，也若照农业局的标准作业流程。来到动物了后，要由兽医评估钓伤的情形，敢有适合野外的生活。也若野放的时阵，需要提供处理的时间、地点甲相关的相片。市府表示，后续会建议调整合约的规范甲 SOP，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有变较寒，这平地高丽菜即马就较好种。目前云林西地果菜市场价销嘛，对1公斤200块已经落到30-40块。农业署嘛有提出警告，讲种高丽菜的量已经是连续2个月拢是到红顶，就惊讲量遮尔济，尾仔会败市。即马嘛呼吁农民要种就爱斟酌。果菜市场的另外，无因搬运一箱一箱的平地高丽菜，今日的天气持续稳定，嘛渐渐变冷。有日平地高丽菜新种出货，平地高丽菜有1个月前渐渐上市。高丽菜摊商就表示，继续为9月每公斤900块的关价，现在渐渐回温到30-40块。现在的价格就会比较没有之前那么高啊，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说山区的菜而已啦，变成说平地的产量也有了，所以价格就比较持平到一个稳定的价格了。山顶的粗秋啊，一件才公斤60啦，啊一件才100哦。啊，咱在地的头600，伊就起的，哦，啊，公斤30。在果菜市场就讲，1个月前每间高丽菜交货量大约110吨，近期交货量增加，每间220吨左右。农粮署嘛针对蔬菜供应在预警的系统显示，高丽菜进阶数量连续6旬，嘛是60天呈现安定，达到进阶数量上限。已经将近是在红灯的警戒线了哈，那就是已经快达到有100万的这样一个数量。那我们都会把这个信息然后散播给我们的农民朋友知道啊，因为未来可能在种植的时候要去做参考。农粮署表示，今年为8月份后连续风台等因素，导致山区的高丽菜产量少，价小起价，毛农民种植高丽菜意愿增加。但现在随着天气稳定，高丽菜产量渐渐提高，农政单位嘛不断警示，农民种植前需要先行来评估表面赔本。继续用为你报道。也若寒天嘛是食柑仔的季节，家己的柑仔类果子种植的面积大约是3000公顷，其中椪柑种约1700公顷。当年10月份到12月份是得加椪柑采收的时间。农民是表示讲，今年椪柑的品质拢袂歹，只是讲收成的量无遐尔济，所以椪柑的价销有可能会较悬。甲椪柑卖开，内底肉把甜够芳开，伫家乡的椪柑开始大出。农民讲年初是有欠水，所以今年椪柑的收成有受到影响。伫迄个农历过年，道路无雨水啊。咱一般爱用咱溪大溪吼，莫大抽水起来压，压落较有迄个炸花大粒的安尼，啊，所以今年柑仔数量会特别较少啦，啊，所以价销特别较好啦。农会讲，虽然年初欠水影响收成，互今年无法度办柑仔的品鉴。但是后来天气拢真平顺，佮加上农民使用自然栽培的种植方式，所以椪柑的品质拢真好。开会期迄时阵哈，因为干旱，所以产量少很多，所以对办理比赛来讲会比较棘手一点。所以大家认为说，那因为今年的价格好，品质又好，那我们来做行销是最适合他们的一个行销方式。嘉义县柑仔类果子的种植面积大约有3000公顷，椪柑有将近1700公顷。伫家乡种椪柑的面积有557公顷，是嘉义县第2大的产区。农民讲，去年因为天气影响7-8成的收成，加在今年度过欠水迄段时间了后，柑仔就拢生了真好，希望会当有好的价销，加减补一寡去年的损失。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也若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去年咱台湾每10万的囡仔内底，就有362个囡仔因为交通事故伤亡。真正的平均是350个人，所以今年有较悬。交通部即马限
景观基金会合作，用6种交通工具的情景推出6出影片，唔那要教囡仔交通安全的概念，但家长嘛通对影片内底知影讲安怎确保囡仔安全。不要过来！爸爸 ！No！ 伫车路对向迈对囡仔大动作握手，因为囡仔的天性伫12岁之前看到爸母安尼做，定会赶紧，无注意状况就冲过车路。为什么孩子的伤亡几乎都是冲出这件事情？表示父母可能不太了解，说孩子要到12岁前，他都有这样的属性，也就是说，他只要看到有目标物，就会追求目标物。交通部委托长期推动儿童安全的景观基金会做6出影片，透过6种无共交通工具的状况，让大人囡仔了解安怎确保囡仔的交通安全。我们调查10大死因的话，在儿童的话是事故伤害是居第3位，那其中又以机动车的事故为主要的一个原因。交通部表示，2024年每10万的儿童就有362个因为交通事故死伤，这个数字高过过去5年的平均数量350人。景观基金会望透过影片，让家长了解囡仔的天性，爱避免危险，也爱培养家长正确的交通概念。那父母也觉得说，我把孩子放给学校，学校应该会派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车辆来接送我小孩，所以他大也没有去观察，所以我们每次稽查的时候就发现非常多不合格的车辆，很多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在中间摆上椅子来让孩子坐，基本上你是走道，你怎么会摆上来？影片唔但教囡仔交通安全的知识，也提醒家长定无注意到的所在。交通部表示，未来影片会伫各地头的学校播出，也会参医疗院所合作放送，落实交通安全教育，降低囡仔伤亡。记者郭文正顺由台北报道。连高照唔那伫台南的观点会当看到，即马伫高雄教会嘛伫美浓遮积极咧服务。那伫美浓当地是合作鸭连鸟。当年伫美浓的数量，即马已经愈来愈侪啊。也毋过今年却拄到外来种鱼仔的威胁，高雄教会和当地农民就合作，要做回来保护鸭连鸟。伫咧鸭连田有真侪鸟啊，这种身躯加白色、头壳顶有一撮黄色的毛的是保育类的鸭连鸟。台南观点大家拢叫伊连角鸟，伊即马要选到美浓。高雄教会自2017年伫咧杀鸭连鸟保护保育的数量愈来愈侪，不过今年拄到外来种鱼危机。去年因为水鸭内面的水管破去，渔获甲高台收入来，即马鱼大只了，会开始食鸟仔囝甲卵，20几只鸟仔囝，甲要甲10粒卵，互伊食去。都有20几只细只，吼小 baby 去互食，啊，佮有7、8粒的卵嘛是会变伊，啊，所以变成损失30几只。鸭莲是高雄美浓重要的农产，即马种鸭莲的农民也伫咧保护鸭莲鸟。今年有几60个农民配合，伫田内面种芡实，伊的叶仔较大片，鸟仔会当伫咧顶头生炭。今年就做10几个收，甲今年互外来种鱼食起数量报大，要顺手伫咧记录鸭莲鸟的成长。甲芡实种伫鸭莲田。啊，是毋是有可能较早来做收？啊，若较早来做收，安尼咱就袂讲逼个时间，吼，迄个损失着农民的收成。诊所队哦，早1个月选一届，哦登记伊拢伫倒位。教会统计，去年拢总发现68只鸭连鸟。今年到即马已经有50几只，虽然有外来种鱼的危机，不过即马有农民斗3工，互鸭连鸟换一个环境，住伫咧叶仔顶，毋若袂伤害鸭连，也当斗掠虫。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全台11地水族镇，也就是西港挂乡真出名的镇头。也毋过即马受少惊坏影响是真恶组团。南海社区发展协会因利用水族镇内底的这些动物做飞仔门牌，希望会当提升大家对镇头的认同。因即马嘛积极参在地学校直接要开课来传承。沿台南西港区南海街行，一路看过去，大户所有2块门牌真特殊。详细看门牌顶悬有金红色的鲤鱼，佮有蛤蟆甲金马，每一户拢独一无二。其实这是全台唯一水族镇内底的动物。南海社区发展协会因结合在地水族镇的特色做门牌，希望增加大家对镇头的认同感。这个蛤蟆，
哦，做浸啊，迄个水族店内底即个动物，对开始到成果起来3个月呢。袂讲因为无出店还是无做，你大家把它遗忘掉了。比这个蓝海街吼，有咱这个水族店的迄个这个动物的造景意象出来了，几乎这个蓝海街吼，大家感觉。会感觉种水族店拢有来搞的所在。其实南海水族店已经有56档久，每若西港乡拢会侪人会过看。不过到今已经3颗无出店啦，因的特色是文武店，好兼以民俗歌戏戏剧元素表演为主。根据了解，每若出店上少要30个人。庙方表示，即摆真好找人愿意加入，地私人先打造南海文物馆，甲服装兵器等文物先保存落来做展示，协会嘛拼细参在地学校记者。唔茫甲传统文化向下定根。即嘛就是老师吼，时间无法度，伊干那拜6礼拜有用尔，所以讲无法度就训练。希望跟社区结合啦，透过我们的寒暑假的娱乐营或是桌山的一些的课后社团的活动，把传统的水族镇的武镇跟文镇都带进来学校。国家重要民俗台南西港乡明年要起稿，这个水族店到底敢会出店，嘛引起地方讨论。庙方回应，人数目前阁无够，暂时无规划。因讲会拍拼组团，赶紧恢复正常的光景。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孟加拉。孟加拉即马天狗节的疫情是真热烈，今年累计感染人数已经有29万人，其中有1500人死亡，这是去年同期的5倍。病人遮尔济，当地医疗体系嘛强要崩盘。病医人杂统统，病人找无床位。孟加拉爆发史上上严重的天狗节疫情，感染人数已经达到29万2400多人死亡，是2000年以来的上高纪录。কোভিডের পরে একমাত্র ডেঙ্গু আমাদেরকে এরকম ভোগালো, এছাড়া এর মাঝে এই ধরনের অন্য কোনো রোগের কোনো উপদ্রব আমাদের দেশে আসেনি।长期研究网塘的孟加拉唐世家动物学家巴萨表示，伫伊25年研究生涯中，从来冇看过这样严重的天狗节疫情。তাপমাত্রা, আর্দ্রতা, বৃষ্টিপাত এর প্যাটার্ন কিন্তু চেঞ্জ হয়েছে। এখন অক্টোবর মাসের মাঝামাঝি সময়, এই সময় আমরা যে বৃষ্টিপাত দেখছি বর্ষাকালের মতো, এটি তো একটি জলবায়ু পরিবর্তনের ফলেই এই যে সিজনাল প্যাটার্নের চেঞ্জ এটি ঘটেছে। আর যখনই মৌসুম পরিবর্তন হয়েছে6月到9月是南海的雨季，变雪斑蠓伫这段期间上猖狂。以前这种蠓仔只会伫清气水叶生团，日射光电散播病毒。也毋过经过3年的研究，巴萨发现白线斑蠓适应气候变化，会当伫任何类型的水叶生存生团，也会伫暗时出入光电。以前天狗节伫孟加拉的传染高峰是7到9月，也毋过病院观察到，这几年病例出现的时间开始提早佮久长，像今年4月底就出现病例增加现象，疫情佮较继续拖烧到凉爽的10、11月。因为全球暖化，若是孟加拉的天狗节疫情升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过去20年来，全球天狗节病例数增加8倍，增加也烦恼其他透过蠓仔传染的疾病，像朱卡病毒、黄热病等，拢会进一步传染扩散。公司新闻港文编译。西班牙建筑师高地所设计的象牙堂是起141栋啊。第5座的中央塔楼伊嘛总算完成，因第6座的塔楼是要起到190公尺高。若是嘛完成，象牙堂就会变做世界上上悬的高堂。西班牙巴塞隆纳著名的地标象牙堂，4座福音书作者塔，12头一届点到。大家是拢真欢喜。象牙堂从1882年开始起，经过141年，中5个塔总算完工。象牙堂是由加泰隆尼亚建筑师高地设计。新头起的时阵，高地就决定起18座大型的塔，代表圣经内底无共的人物，其中包括12个使者、4个福音书的作者、圣母玛利亚、甲耶稣等人。Pues fue una maravilla, la verdad es que encontrar este momento tan ideal en Barcelona y poder inaugurar la iluminación de las 4 torres de los evangelistas ha sido una maravilla. 高地在1926年因为车祸过身，在伊在生的时阵，象牙堂就敢若完成10%至15%。后来因为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关系，唔拿起的进度断点，就连部分已经起好的所在嘛受到损伤。想要一座象征耶稣基督的塔。会有172.5公尺悬，连悬会按一个17公尺的12架。原地按算伫咧2026年高地过身100周年的时阵完工，不过因为拄着新冠疫情，加上观光客减少，
无经费，工程的进度嘛慢去。建筑委员会讲，若是无任何意外，可能会当伫10年内完工。El momento ha sido muy emocionante y sobre todo es muy emocionante ver la evolución de la iglesia, porque los que somos de Barcelona de siempre, pues ir viendo cómo ha ido creciendo, cada pequeña incorporación es mucha emoción y teníamos que estar para verlo. 圣家堂伫还未完工的情形之下，都已经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但尚要一座塔完工，就会取代德国乌姆大教堂，成做世界上悬的教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意大利有一个小镇，伫顶礼拜暗有民众发现讲，哪有一只狮伫大路乱扫。镇长知影了后，是赶紧呼吁大家千万唔通出门。这只狮是对马戏团逃走出来，伫外口扫7点钟，才互马戏团搁掠转去。一只狮仔伫赌场外口徘徊，到我行到一直叫提醒主人。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的滨海小镇拉迪斯波利11暗突然出现一只马戏团狮仔，伫大街小巷乱扫，引起民众惊吓。小镇镇长赶紧呼吁民众暂时厝内唔通出门。警方甲兽医警官也随出动，协助马戏团进行搜捕。7点钟了后，总算将这只狮仔麻醉带转去。好在这只大约8岁的狮仔公落跑期间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为安怎会脱逃，原因可能无单纯。Quello che è successo è molto strano. Il leone è uscito, le dinamiche sono ancora. C'è un'indagine in corso perché non è molto chiara. Possiamo solo dire che un leone non ha la capacità di aprire un chiavistello e rompere un lucchetto. 这个事件随伫当地引起动保方面的热烈讨论。镇长13伫面册表示，伊会要求议会专家审视敢是有法律依据，会当撤销马戏团伫当地演出到19个许可证，希望会当终结马戏团剥削野生动物。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时代的进步，未来空中嘛有客运车，这是美国空中客运车公司乔比航空头一届起飞。这款空中客运车对曼哈顿飞到约翰甘乃迪机场本地爱点外钟的路程，即马只要7分钟就会到位。飞行机直直起飞。伫美国纽约曼哈顿市中心起飞，这是空中计程车公司乔比航空10日进行的第一摆起飞。This is our electric air taxi. It takes off and lands vertically, transitions, flies on the wing. It seats a pilot and 4 passengers and flies at speeds of up to 200 miles an hour.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a flight from here in Manhattan to JFK can take as little as 7 minutes. 这空中客运车长电5分钟，就用飞100英里，范围有纽约市全部5个行政区，接近99趴的面积，而且不止零碳排，设计佫较有低噪音的特性。就算伫人口正密的都会区咧飞，也未增加噪音。去年甲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合作，这辆飞行机伫1640英尺高度咧飞的时阵，发出的声音差不多是45.2分贝，比一般讲话声音要佫较安静。And we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to just also bring down the noise. And as I just learned, how far the noise can travel. At the downtown Manhattan heliport, we are going to establish the world's first heliport with infrastructure for electric powered. 乔比航空拍算甲合作有华达的航空共同为纽约打造更加安全也更加清洁的计程车旅行。2014年生产的原型机已经飞超过3万英里。最近，各地加州的生产线出厂第一架飞行机，按算2005年推出上向客运服务。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有29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26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是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